既然三公主抢了我，就要对我负责到底。这动作巨丑，真的，你没办法他做出来的。我就是这不协调嘛。我刚你知道有一瞬间还，对，亲爱的。哎，你帮我支下。来。既然公主抢了我，就要对我负责到底。就走进去吧，走往你那个楼梯那边走，你就跟过去了。头走在这边了，这是吗？